30日，星期日，有識之士，單推拉比嘅 Miko 仔生日快樂！11月30號發生嘅事係喺香港經歷大埔火災嘅傷痛之際，楊千嬅 Live My Life 2025演唱會喺呢個肅穆而溫馨嘅氛圍拉開一連6場嘅序幕。本身係應該慶祝呢個出道30週年，不過因為最近發生嘅事件，所以都變成另一種形式去進行咁樣。然後喺演唱會開始前，呢個楊千嬅仲有團隊就已經捐出咗200萬幫助呢個受影響嘅災民們，仲有演唱會相關嘅周邊產品收益都會捐贈，係大家歌迷喺睇嘅同時，如果有買都算係有幫手捐款咁樣。唔知你上一次去演唱會嘅時候係幾時呢？Navi 嘅話係 Miko Expo 今年想對 Miko 仔講嘅嘢係，今年見得好少，應該有冇六隻手數得晒？可能6隻手數得晒咁樣，不過都知應該係 Miko 仔要讀書，讀書可能多啲唔同嘢做，或者可能忙啲咁樣。係咯，唔知今日你嘅生日仲有 Nabi 你嘅生日倒數，你會唔會出現呢？如果會嘅話就好啦，同埋都希望你今日有開心咁樣度過，同埋有開心咁樣過生日，係因為始終最近可能係難開心啲，不過今日生日嘅大日子都係希望你可以開開心心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隨住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真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，拜拜。